来啊，咱着往耶和华唱歌，往救赎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往伊唱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请咱来吟圣诗阿罗上帝，圣诗73首。答愿感谢上帝，请起立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愿荣光归于你，阮永活的上帝。你有差遣你独生的囝到世间，互阮对你得着活。愿荣光归于主耶稣基督。你有通过福音显现活命甲永生。愿荣光归于圣神上帝。你有互阮甲基督同活。搁用伊的疼留伫阮的心内，至圣至善、大慈悲的上帝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怜悯阮。阮为着一切过失，心内建设甲忧愁，恳求你为着你所疼的囝，赦免阮的罪，教示阮，也善阮的错误，洗清阮一切秘密的罪恶，至圣至仁爱的爸。恳求你帮助阮，伫你的光的内面来活，行伫你的道路，永远保守阮，互阮有圣洁的生活，通得到对你来的平安喜乐，互阮欢喜时常跟对你，服侍你。拯救人的主，阮的上帝，
你爱人得救，无爱人沉沦。阮感谢你对阮遮尔啊大的疼。今仔日有阮的兄弟姊妹羡慕你的疼痛甲救赎的权能，欢喜悔改来招群你，恳求你的信心引带因，感动因，互因晓悟你的道理，领受你的教示，心肝常常受感动，活转来亲近你。愿你洗礼成做你的所听的儿女，求主保守看顾因，伫因较无读圣经上帝话时，信心帮助因，互因会当明白上帝你的旨意。祈祷的时，体会上帝你的同在，有信心倚靠独一的真神，阮的天父。伫教会有团契小组的陪伴，互相疼痛、关心、带导，是一个属伫主你所设立的大家庭。全能的上帝，世间一切统治的权能，拢是你掌权。伫现今的世代，对伫食物、甲网络危害真侪人，伫生活中拄着真大的困难，对政府无信心，看见真侪无属伫主你的真理的，求主帮助阮、怜悯阮、赦免阮所做的无好的，互阮爱时时为着遮个代志来祈祷。阮也为着昨尼泊尔的大地震来祈求，求主帮助因减轻因的损失，失去性命的亲人，求主你亲自安慰因。也为着今仔日泰国的海的龙卷风，有真侪鱼拢走来伫路的，主啊，求恁阮即块土地，阮因为做了无好，互即块土地拄着真侪大灾难。也最近有真大大地震，主啊，求你帮助阮。你的信心带领阮，只有你的权柄会当保护掠走阮，互阮爱要安怎来好好照顾即块土地，安怎来管理？主啊，求你显明你的光伫阮的内面，互你的正经儿通过生活的见证来显明你的智慧甲疼痛。主啊，阮的祈祷无够野。阮要同心用阮的主的祈祷文，同心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一定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，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现在来交托客英文28篇，伫圣诗后壁42页，我来刻，恁来印。耶和华，你已经监察我、捌我。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。我一切所行的，你也深知。你伫我的前后为我，即款的财物奇妙，我袂会测度。我要去倒落闪避你的面，你的心。我若上天，你伫遐。我若展开清早的室，就若伫遐，你的手要引带我。我若讲黑暗要掠砍我，就黑暗也袂当掠砍我，
互你无看见。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。上帝啊，你的意思对着我到遮宝贝。我若要算伊，比海沙较侪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，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。请恁来吟圣诗400首，阿罗上帝400首，救主愿你做我牧者，请起立。我
咱来听上帝话，记载伫圣经有2位，头一位伫诗篇104篇24节，现代中文译本761页，台语汉译本658页。我要用台语汉译本来读。来啊，咱着向耶和华唱歌。耶和华，你所做的遮尔啊，怎样遮多，拢是用你智慧做成的，遍地满满你的富有。第2位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章18节甲25节，现代中文译本254页，台语汉译本187页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沉沦的人看做戆，咱得救的人看做上帝的权能。因为有记载讲，我要灭无智慧的人的智慧，也要去杀聪明人的聪明。智慧的人伫哪路？经术人伫哪路？即世间好辩论的人伫哪路？上帝敢毋是互世间的智慧变诚戆？因为世间既然对因的智慧毋捌上帝，上帝就欢喜对所传扬的戆来做救赎信的人，这拢是上帝的智慧。
因为犹太人求神领，希利尼人找智慧。若是咱团长十字架的基督，对伫犹太人是脱害，对伫外邦人是愚妄。若是对伫受调的，无论犹太、希利尼，基督做上帝的权能，上帝的智慧。因为上帝的愚妄比人较智慧，上帝的软弱比人搁较勇壮。愿咱听搁照安尼去行的人，今早起，即是咱四牧师要带咱来分享信息。我知我所信，请咱恭敬来听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伫主日的时，阮将家己带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的信心甲阮支持，互阮今仔日无论是听的讲的，拢得到你的帮助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细汉的时，阮有耍一种的游戏，叫做猜人秀。我毋知有偌侪人捌耍过啦吼，猜人秀吼。即个游戏的方式是讲，咱一群的人围做伙，请一个人出去，然后伊伫外口袂当知影内底发生啥物代志。咱伫内底着竞选一个人，你来做领袖，带大家来做动作，来活动作。总是你毋通互外口迄个人等下入来，甲你约着是啥物人在带大家做动作。就安尼，通过即个游戏。就是要通过大家会当做伙认知，专注伫一个领袖的成就，所以大家拢袂当出声嘛，袂当去暗示讲啥物人是活动做迄个领袖，就跟底伊安尼来做，互外口迄个人约袂着。同款，伫咱的生活中，咱是毋是也有将有成就的人，诚做咱家己生命中的一个领袖？咱愿意投入信任，跟底学习因。顶个月有一个真大条的新闻，就是慈济功德会的新闻，伫电视顶悬真闹热，就是因有买地，嘛有人送土地互因，然后因伫保护区在开发的代志。了后，煞阁有宇宙大觉者，即个造神的运动，即个事件，咱看到新闻，一个场所有侪人排甲整整齐齐。啊，佫真安静，真严肃，在迎接因的宇宙大觉者。因感觉，遮个人因就是信任因所跟地所要学习的即个上人证严法师。无的确，因着看见也是因所在的证严法师，知影伊真有慈悲，对人佫真关怀，或者是听伊所讲的话来感动因的心，所以有侪人。也愿意来学习grund地证严法师，来做公益、做善事、做功德。好，这是咱电视顶悬看到的。啊，对伫少年人咧，因可能对证严法师无兴趣，因对另外一个人真有兴趣。这啥物人恁知无？千颂伊，千颂伊。可能少年人对伊就较有感觉，若是爱看韩剧的人，可能就感觉啊。这我知影啥物人，其实我嘛毋捌伊啦吼。即个人，伊非常流行伫咱的社会中，真侪人要学伊的发型，伊安怎穿塔，伊讲啥物话，伊食啥物物件。最近台湾真流行韩国炸鸡，韩国炸鸡，所以对少年人来讲，我若会当学习伊，就表示我跟着流行，我没有落伍。所以伫日本、伫台湾、伫日本、伫中国，真侪青少年拢爱学伊的款式。啊，若是咱有机会去册房看册时，伊常常伫门口拢会摆真侪排行榜，畅销书排行榜。伫前几名的中间，常常拢是啥物？教咱安怎健康，教咱安怎成功，也是教咱安怎教囝会当来成功出人头地。所以，咱通过因真侪人通过遮个作者，真毋茫会当来学习因的经验，学习因的方法，来达到家己的目的。各位，
拄则牧师所讲的遮的，无论是宗教的现象，还是流行社会流行的现象，还是伫册房中间，拢有共一个现象，就是讲一群人，因为因所在因心内迄个理想的对象，因就来群底因，相信因是好的，而且阁要学习因的款式，而且还阁想要甲因变做共款安尼啦。换一句话就是讲，什么人是值得互人去相信，互人去学习，互人去群底？群底，若是一般的人，就会讲成功的人，就是咱要相信伊、学习伊、群底伊的人。证严法师，伊伫佛教界，伊算做是成功。千颂伊的流行，嘛表示即出韩剧，韩国偶像剧，伊的收视率真悬真红。若济畅销书内底咧，就表示啥物？表示这个作者因伫因所写的内容的中间有真明显的成就，或者是咱看到曾雅妮伫高尔夫球、陈伟印伫棒球、林书豪伫篮球，还佫李安伊伫电影等等，这个人拢是真济个人眼中看做是成功的人。所以，通过比赛，通过媒体的宣传，互人对因有知啦，有所知，所以因就来群底因，来学习因的脚步。毋茫有一天，会当甲因同款，诚做成功的人，是会当来受到别人的肯定。一个成功的人，伊是受到人的肯定，而且互人去学习。因的经验会诚做济人想要学习成功的一个脚步。毋茫照因的脚步，有一天我嘛会当甲因同款，遮尔成功。从古至今，所有想要成功的人拢同款。今仔日咱看到保罗，伊伫今仔日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有讲，犹太人求神者，希腊人找智慧。犹太人因要群地的人，就是伊一定要会当行神者，来证明家己有上帝的气力，而且上帝甲伊同在。所以只要会当行神者，遮个法利赛人因就会群底伊。伫圣经内底有记载，法利赛人因捌要求耶稣，你行神者，行神者互因看。其实遮个法利赛人因并无想要看耶稣行神者。伊只是要叫耶稣安那，你会当用神者来证明你家己的身份，来证明你是有上帝甲你同在的人。不过实际上，耶稣伫福音书顶悬行了真济神者，伊医治赶鬼，甚至互死人搁活。总是遮个代志，法利赛人因拢是假做无看到，假做毋知影。甚至有济人因为耶稣行神者了后，因就来群底耶稣。这个人的群底，互法利赛人感觉因的宗教地位受到威胁，就因为安尼，因就开始设计谋要来杀死耶稣。另外，保罗有讲，希腊人因在找智慧，希腊的文化是二元论，因是看重精神甲灵性，因是看轻物质甲肉体。二元论就是讲，因看重的是精神甲灵性，因看轻的就是迄个物质甲肉体。所以伫希腊的社会中，常常拢会当看见彼此在辩论的情形。我讲出我的理论，你嘛会当提出你怀疑我的所在。咱两个人会当做伙来辩论。辩论到后壁，咱找出一个上悬的智慧、上完整的、铁确的理论。亚里士多德、柏拉图、苏格拉底，遮个拢是真有名的铁学家。有真侪人足想要去听因，讲啥物伫上因的课来学智慧。什么款的人是互人知影，而且互人来群底学习的对象？我相信一般的人拢会讲，就是成功的人。同款一个失败的人，就会成做一个负面的教材，是一个警惕的对象，毋是学习的对象。
讲到这，各位兄弟，牧师要请问，主耶稣，伊是成功的人，还是失败的人？咱心内你想看觅，伫世界的观点，还是一般人的眼光来看耶稣，耶稣会当讲是一个失败的人啊？因为安那？第一个，耶稣伊无悬的学历，因为伊毋是法利赛人，伊嘛毋是教圣经的教师，所以伊无受过正统的神学、甲圣经的教导、甲训练。第二个，伊无宗教的背景，耶稣毋是祭司，也毋是利未人的家族来出生的，伊无强而有力的教界背景，迄种的影响力伊无。第三，伊毋是富二代，毋是官二代，嘛毋是军二代。耶稣的老爸约瑟，伊毋是有钱人，伊是一个木匠。木匠是迄当阵的社会中，是一个低收入的家庭背景，所以耶稣无法度用钱、用权、用势力来解决问题，或者是讲来抄代志，伊无法度。第四个，耶稣伊无济名义甲伊支持。当彼得多伊问犹太人：恁爱我将耶稣放出去互恁，还是恁爱巴拉巴即个杀人的人，我甲伊放出去互恁？全耶路撒冷城的人拢讲啥物？因只要巴拉巴，因只要巴拉巴。彼得多问讲耶稣咧，大家讲甲伊钉十字架，甲伊钉十字架。所以耶稣互人钉伫十字架，通讲是民意无支持的所做成的。安尼看，伫迄当阵的人的眼中，耶稣会当讲是一个失败者。伊无悬的学历，无家族的背景，伊无钱无关系，伊无名义的支持。总是今仔日咱坐伫遮，咱拢讲咱家己是啥物人？咱是基督徒对无？咱拢讲咱是基督徒。基督徒是相信是跟对耶稣的人。请问，别人拢是相信跟对因所讲迄个成功的人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咱讲咱是基督徒？咱是相信是跟对一个世界看做失败的人。各位，咱为什么要相信耶稣？对世界来讲，耶稣是失败人，总是对咱、对上帝所拣选的人咱来讲，上帝耶稣就是上帝的权能，因为咱伫耶稣的身上看见上帝的权能。什么是上帝的权能？今仔日的诗篇104篇24节，伊讲耶和华，你所做的哪会遮济？因拢是你用智慧做成的，遍地充满你的富。原来规个宇宙万物，佮其中的每一个人，就是咱每一个人，甲每一项事物，拢是上帝用智慧来创造的。世界历史要安怎行？咱家己的未来要安怎行？一切主权拢伫上帝手中。所以诗篇第8篇第2节讲：你因为你的对地的缘故，对食冷的对婴仔甲食冷的喙建立能力，要互对敌甲报怨的点点。请问一个2-3个月红孩仔，因会晓做啥物？因巴肚枵会安那？因若是尿珠啊担起会安那？想要塞奶咧？笑嘛会哭，对无？上会晓的就是哭，所以婴仔啥物拢袂晓，只是会晓用哭。不管要创啥物，用哭来提醒照顾伊的人，总是面对对敌的时，
上帝伊是讲啊，伊只是要通过即个用喙，只是会晓用喙哭的婴仔，互遐会充满着受气要攻击的对敌，会当安静，会当恬恬，这有可能无？咱的想法可能是无可能，甚至是讲啊，你是在讲喊过还是妄加吼？哪有可能？不过上帝就是将无可能的代志变做事实的代志，这就是上帝的权能。所以上帝的权能就是将无可能的代志变做事实。伫旧约创世纪有讲到亚伯拉罕，伊99岁，伊的某撒拉89岁。上帝甲因讲，明年即个时阵，恁就要得到一个囝，吼，即个囝叫以撒咯，吼。伫人看，这哪有可能？总是上帝互伊食做事实，这就是上帝的权能。相反，上帝的权能也是要通过耶稣，用即个世间人所看做是失败人，来完成伊拯救的工程。所以，伫耶稣的身上，咱看见上帝的本质。第一个，上帝伊对罪是无妥协的。上帝对罪无妥协。伫那时代，上帝痛恨世间人犯罪，所以就用大水来淹即个世界。总是上帝怜悯，互人有一条出路。上帝伊对罪迄个痛恨，到即嘛无改变。伊犹原痛恨罪恶，总是无爱咱人沉沦伫罪恶的中间。第二个，上帝对人永远的迄个疼。上帝毋望人会当脱离迄个罪恶的捆绑，会当转到起初上帝创造亚当迄个时，上帝甲人迄种的好好的迄个关系，为着要完成上帝对人类迄个救赎即件代志。上帝就派伊的独生囝耶稣来到世间，唯一的目的就是爱耶稣代替咱正人来死，洗清咱正人的罪。所以圣经甲咱讲啥物？上帝安尼疼世间人，甚至手术独生囝，互所有信伊的人袂沉沦，反倒会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因为安尼，耶稣来到世间。耶稣注定就是要做一个互人世间人看做失败人，伊无法度得到世界的肯定，一定爱死伫十字架顶，来完成上帝救赎的计划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25节拄则圣经，伊讲因为上帝的愚妄比人较有智慧，上帝的软弱比人较勇壮。兄弟，上帝伊就是用即种很吊诡吼，很吊诡，甲互人无法度去理解的方法，来完成伊的计划。这就是上帝的权能。若是安尼讲，咱遮的群体耶稣相信上帝权能的人，咱到底群体耶稣还是耶稣要得到啥物？牧师意思是讲，世间人因拢群体因看做成功的人，毋望照因的骹步，有一天会当甲因同款，吼有成功来得到遮的大家的肯定。安尼请问，咱遮的群体耶稣的人，咱会当对耶稣的成就学到啥物？是得到名声，得到地位，还是得到关系，得到财富？还是讲一切会当平安顺遂，还是心想事成？讲兄弟，咱要对耶稣成就得到的，毋是世间人看做成功的，是要对耶稣用伊的宝血所带互咱生命迄个功效。所以耶稣的宝血带互咱什么款的功效？第一个就是咱的罪会当洗清。耶稣用伊的血，将咱所有的罪来洗清去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，甚至咱将来，耶稣一改就甲伊完全来洗清，互咱会伫上帝面前来得到赦免的恩典。第二个，
耶稣伊用家己食做迄个羔羊，将咱带到上帝面前，互咱会当食做上帝的囝儿，甲上帝会当恢复迄个好好的关系。第三，耶稣的切恳信心，来甲咱做伙带伫咱的心内，食做咱的保惠师，食做咱随时的帮助。可能有的兄弟会犹豫，牧师讲的这敢真呢？我遮尔啊无好，虽然洗礼啊，我嘛犯罪，上帝敢会赦免我？我遮尔啊软弱，信心敢真正愿意带伫我即个无完全的人的内面？伊敢愿意来帮助我？兄弟，上帝的权能，并毋是伫咧看咱人有偌敖啊，咱会当偌尼啊做到偌完全，也毋是看咱有偌济能力。上帝的权能是啥物？当咱抑阁是罪人的时，咱犹原伫犯罪的时，犹原会软弱的时，圣经甲咱讲，耶稣就替咱死，上帝听着安尼来显明。所以当咱抑阁软弱伫犯罪的时，上帝就听咱，将咱救赎转到伊的恩典中，这拢是通过耶稣基督来完成。伫新约，咱捌看见有2个主动来敲找耶稣的有一人。第一个，伊是自细汉就遵守律法、诫命、真有志的少年人。伫马太福音19章16节到22节迄段中间，圣经描写当伊甲耶稣相拄的时，即个有志的少年人，伊只是想要用口头甲耶稣请教，耶稣来肯定伊，伊无愿意付出行动来回应耶稣。所以，互即个原本伫救恩环境中成长的即个少年人，因为无愿意照耶稣的话，放落伊家己掠做有价值的事物，来改变伊家己的性命，直到救恩无法度临到伫伊的性命中。所以圣经记载，伊欢喜来找耶稣，总是最后伊是忧忧愁愁来离开耶稣。另外一个是亚里哥社，每一个人看到伊就讨厌迄个埃亚撒该。即个埃亚撒该，伊是所有人拢真讨厌伊，所以伊要见耶稣真艰苦，无法度到伫头前看到耶稣，总是伊无惊艰难，伊一心就是想讲我要见耶稣，就算做是偷啊，也是讲会当看到耶稣，爱付出什么款的代价，伊拢愿意。所以当耶稣伊行到树骹，伊知影撒该伫遐。伊主动讲：“撒该，赶紧落来！”这个撒该一个听到，马上落来，而且伊回应耶稣，伊安那用行动回应，毋那安尼，伊讲当场也对伫耶稣的面，当场所有亚里哥社的人，讲一句话来表示伊的改变。路加福音18章第8节安尼记载，撒该徛底对主讲：“主啊！”我要甲我所有财产的一半，我要来整济善车人。我若捌骗过什么人的钱，我要还伊4倍。是啊，耶稣基督爱咱的，毋是只是口头，也是讲话顶悬咱改变尔。伊爱的是咱生命甲行为会当有改变。耶稣爱咱的。毋是只是口头的改变，伊爱的是咱生命甲行为的改变。请兄弟，甲主耶稣相拄，如果只是忙口头来回应伊，这是一点仔价值拢无。除非这个回应是用实际行动，加做咱真心信心的保证。所以耶稣伊就对撒该甲所有的群众讲，路加福音19章第9节到第10节记载讲，耶稣对伊讲：今仔日救恩到伫即个家，因为伊嘛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因为人主来要来找失迷的人，来甲伊救。伫新约中讲到迄个失迷、失丧，
伊的意思是啥物？就是思想的意思，就是伫错误的所在。好亲就一个物件，伊失败啊，意思就是讲，伊对原本的所在走去另外一个错误的所在，叫做失败。当咱若是找到即个失败物件，要安怎？就是要将伊放转来原本的所在。所以人的失败，就是伊离开了上帝。当伊若是互上帝找到的时，就是要将伊搁一摆带转来到伫原本的所在，就是讲要转到天父的上帝的厝，要做天父上帝真大心、真顺服的囝子。等下伫咱礼拜中，有兄弟姊妹要来洗礼，这是因为咱遮的已经决定要洗礼遮的兄弟姊妹，因的性命甲主耶稣有相拄，而且恁阁会当及时抓到即个改变性命的机会。所以今仔日耶稣要对恁讲，今仔日救恩要临到你，甲你的家。同款，咱有济已经洗礼兄弟，撒该其实是咱一个真好的一个学习的模样。无的确，咱伫生活中真顺遂，生活富裕，物质丰富，工作嘛有袂歹的表现，家庭表面上嘛看落真和乐。总是咱知，这真侪时阵拢是靠着咱家己的才调甲能力，真拍拼得到的。总是常常伫遮的成就的后壁，真侪时阵咱发现，咱哪会甲人的关系常常会出问题？为什么甲阮的囝就是无法度有真好的沟通？咱就感觉伫遮的问题成就的后壁，我常常感觉到啥物？我真孤单，我家己一个人，甚至是失败。撒该，互咱一个真好学习的模样。咱阁一摆将遮一切的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，因为咱知咱所信的上帝，伊是将无可能的代志变做事实的。互咱将一切代志带到上帝手中，互上帝主权，阁一摆来掌管伫咱的生命中。咱掠着每一摆甲耶稣相拄的机会，来改变咱的生命，咱用行动、实际行动来回应主，互咱的生命哪来哪亲像咱所知所信的上帝，互咱完全相信、根底瓦靠，互咱每一天、每一摆拢会当听见主耶稣对咱每一个人讲：今仔日救恩要到你的家，甲你的生命，因为咱确信。咱知咱所信的是啥物人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阮献上感恩，因为阮知，当阮无完全，阁软弱的时，上帝你就已经听阮。主，今仔日阮特别欢喜，为着要洗礼遮的兄弟献上感恩。主，你互因信心做工伫因心内起调即个机会。甲你相拄，毋若相拄，因阁掠着即个改变生命的机会，互因的生命对打开始，无阁倚靠家己，若是要倚靠主耶稣，食做因生命的主宰，来引带因行未来的路。主也相反，阮这信主久久的人，主你嘛互阮有机会，阁一摆甲你相拄。主你来帮助阮，互阮面对阮家己的未来，阮毋是靠家己的气力，毋是靠家己的才调，主乃是会当阁一摆将阮生命的主权交伫互你，因为阮知你是怜悯慈爱的上帝，你是公义信实的上帝。主，你必定要将你的恩典甲你的看顾、保守、愿意跟缀你的人。主，就恳求你来帮助阮。因为阮知阮所信的一罪，阮就愿意全然交托阮生命的主权伫你的手，求你赐福阮，伫阮的生活中哪来哪体会着上帝你的大权能，充满伫阮每一个人。
愿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咱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听。圣诗452首，上帝疼痛哪会遮大？请起立。是阮听阮的主上帝，愿知上帝你掌管万项事，一切拢有上帝你的权能。主特别为着无论是台湾还是规个世界，最近有济地动，遭遮真济的伤害。主总是恳求你来怜悯阮，因为阮所做的无够，也求你帮助阮会当警醒，伫灾难的中间会当起了伫你有信心。因为阮知上帝你疼世间的每一个人，主求你来怜悯也安慰有失丧的，也是有失去财产的，主求你亲自来安慰。主，阮嘛要搁一摆将阮今仔日洗礼兄弟交托仰望你，恳求你坚固因的信心，伫未来的道路顶悬会当学习做耶稣的学生，会当一世人来服侍主，
互主来使用。主你来看顾带领伊。主阮嘛要将阮兄弟姊妹中间，若是有身躯软弱的心灵，有软弱的身躯有病痛的，求你亲自帮助阮。伫苦难的中间，伫病痛的中间，我知耶稣甲阮做伙来受苦。主，互阮有信心，知影主耶稣甲阮做伙，阮就无失落迄个信心。阮相信上帝，你要伫病痛的中间医治阮，伫软弱的中间，互阮会当刚强。主，阮要搁一摆将每一个兄弟姊妹甲阮的家庭交托仰望你，求你来赐福带领阮。阮的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来吟上吟510首，乌鲁天地主宰，请起立。领受上帝的权能，伫恁的生活中，将咱感觉无可能的代志，甲伊变做事实，也愿咱会当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主耶稣基督，互咱的生命改变，哪来哪亲像伊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疼叹、甲信心的感动、甲快乐，甲恁三角地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且坐，密道社温，共受差遣。